美團能否突破180元？財報前機構已提前搶跑，短線如何部署？美團03690近期震盪整理，昨日3月19日報175.90元，單日微跌0.79%，但3日振幅達5.34%，市場交投依然活躍。技術面來看，股價已企穩於 MA10 174.48元，與 MA20 169.7元之上，移動平均線信號顯示強力買入，短線仍偏向樂觀。不過 RSI 指標處於58，顯示市場買賣力量較為均衡，尚未進入超買或超賣區域，表明股價仍有上行空間，但動能或需進一步確認。目前市場的關鍵支持位在 166.3 元及 156.4 元，而主要阻力則位於 183.4 元及 195.4 元。短線內，市場焦點在於180元關口的突破機會，若能成功站穩 183.4 元，市場有望推高至 195.4 元，但若遇阻，則可能回測 166.3 元甚至更低水平。投資者觀點分歧，一部分認為目前美團已築底，可以逐步加倉博業績反彈，另一部分則認為短期內較難突破180元，除非業績遠超預期，機構資金才會進一步推升股價。產品回顧與市場情緒，近期美團相關牛證及認購證表現相對溫和。3月14日提及的摩通牛證69036與瑞銀牛證69646兩日內升幅約 9%， 而摩通認購證27790亦上升 5%， 這顯示市場對美團的短線看漲情緒尚未完全爆發，投資者仍在等待更強的催化因素，例如即將公布的財報表現是否能推動股價突破180元大關。窩輪與牛熊證機會，若投資者看好美團短線突破 183.4 元，並進一步向195元邁進，可關注槓桿較高、日價較低的認購證產品，例如瑞銀認購證29363，槓桿 7.2 倍。行使價200.2元，該產品的槓桿較高，適合短線搏突破行情。同樣，摩通認購證27790，槓桿 6.8 倍，行使價200元，也是不錯的選擇。引伸波幅較低，若市場波動放大，產品價格的敏感度將更高。另一方面，若投資者擔心美團短線內無法成功突破180元甚至回調，可考慮摩利認沽證13396，槓桿 8.3 倍，行使價 161.9 元，該產品引伸波幅較低，在市場出現調整時，價格表現較穩定。此外，若美團在180元遇阻，則發興紅證57053，槓桿11倍，收回價193元，與匯豐紅證61446，槓桿13倍，收回價190元，亦是高槓桿淡倉選擇，適合短線看淡或對沖風險的投資者。至於牛證方面，瑞銀牛證69646，槓桿5倍，收回價146元，是一個較低日價的選擇，適合看好美團升勢並希望利用槓桿放大收益的投資者。不過，由於市場仍在180元下方震盪，若股價未能突破，則牛證風險亦會加大，投資者需控制倉位與止損策略。你的交易策略，美團能否順利突破180元並進一步挑戰195元？還是短線難以突破，市場將維持震盪整理？你會選擇認購證壓住突破行情，還是認沽證進行風險對沖？
財報將成為下一個關鍵變數。你認為機構提前搶跑是否意味業績已經被市場消化？歡迎在評論區分享你的交易策略。更多市場分析，記得關注港股窩輪 Jenny。